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今天这个财新网它有一篇关于恒大的报道，说的什么事？说据英国卫报近日报道，一名57岁的无家可归者已在许家印名下的一处豪宅门廊下居住了近3年。该豪宅在2020年成交时，公开报道中的买方为香港地产商张松桥家族办公室，成交价约2.1亿英镑，那就是相当于20多个亿的人民币，创下当时英国住宅交易记录。但实际买家为恒大创始人许家印。交易信息显示，买方为注册于英属威尔金群岛的一家公司，国籍为加拿大的丁玉梅是实控人。丁玉梅不是许家印的前妻吗？这个报道的重要信息是许老板花重金买的英国伦敦的一个豪宅，那在英国也是屈指可数的豪宅，现在居然被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占据了。许家印前妻丁玉梅名下的伦敦海德公园价值18亿的豪宅遭一名瑞典流浪汉占领门廊。这栋曾被英媒称为英国史上最贵的私宅7层建筑，拥有45间房以及116扇防弹玻璃窗，因恒大债务违约被多国司法冻结，禁止出售和出租。据悉，该流浪汉仅使用门廊空间，未踏入室内。英国法律对此类行为暂无明确驱离依据，但是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若持续占满10年，或可申请变更产权。什么意思？就是10年如果没人管，那这个流浪汉可以申请把这房子变更到他的名下。这个正印证了那句话，为谁辛苦为谁忙。许老板现在在里面玩命的蹬缝纫机，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到这个新闻。这是许老板。我们再看看这个万达的王老板最近好像又丢一层。财经网报道，万达被判向苏宁易购支付超17亿。6月29日，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其与子公司苏宁国际诉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法院判令万达集团支付剩余资金以及延期付款损失。判决结果显示，万达集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苏宁易购支付剩余资金 17.47 亿，并支付自2024年2月26日至2020年2月13日延期付款损失。案件受理费878万元由万达集团负担。我这万达这878万有没有都不一定。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还是那个对赌协议的事。万达前面已经被永辉超市告了，好像30多亿40亿。但是我看了一下苏宁易购，它这个与永辉不同的地方是，它没有告王健林本人。王健林本人在苏宁易购和万达之间，他可能没有做担保，所以仅仅是苏宁易购和万达集团的纠纷，还没有到王老板本人身上。但是万达集团也已经好不了了。媒体报道，王健林甩卖超80座万达广场，越来越多的万达广场被卖掉，实际上是顶账，没有人会出钱的，都是顶账把这个广场给谁了，这叫债务重组。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不管现在楼市小阳春还是大阳春，还是回暖还是企稳，房地产开发商这老板日子并没有好起来，是一天一天烂下去，一天比一天难。这个很显然叫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2号，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8亿元，执行法院为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可以说王老板是债务缠身，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小目标需要他去完成，他要去偿还了。我们再看21世纪财经，它有篇报道叫7成内地买家入场，香港豪宅迎来新主力。他这是转发的叫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张伟泽。2026年6月，华语乐坛天王陈奕迅以超过 1.82 亿港元购入港岛南区寿城山超级豪宅，一栋独栋洋房，
单价高达每平方米70万港元，每平米70万呢。事实上，2025年至今，香港豪宅市场频现名人身影。根据市场资讯，歌手郑子琪以8500万港元购入湾仔东半山利安阁2个单位。OPPO 联合创始人金岳清以1.8亿港元购入西半山宝丰。戴德梁行执行董事、香港资本市场主管高伟雄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近期明星和企业高管集中购入香港豪宅这一现象，本质上反映了一部分高净值人群在不确定环境下对稀缺、可管理、可延展资产偏好与信心。他这个文章挺长的，明星和企业家的置业动向强化了香港豪宅市场回暖的市场感知，而真正支撑这一轮热度的，则是买方结构的变化。内地高净值人群正迅速涌入香港豪宅市场。值得注意的是，5000万港元以上的一手豪宅内地买家占比已从撤纳前的不足 50% 升至近期的 70%， 且呈现金额越高，内地买家占比越大的鲜明特征。自2024年3月起，香港重启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高净值人士在港完成不少于3000万港元投资，即可申请香港身份。计划规定，申请人可投资住宅物业，但仅限成交价不低于5000万港元的单一物业。计划推出后，1亿港元以上的住宅交易宗数由2024年1月至8月的99宗大幅增至2025年同期的158宗，同比增长 60%， 且至少有 50% 的买家来自内地。这种变化在一线机构接触到的客户画像中表现得更为具体。伊娜介绍，其公司接待的豪宅投资客户绝大多数为已取得香港身份的内地高净值人士。什么意思呢？分明是有钱人是吧？提着桶在跑路啊！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越来越没钱，就这么一个情况。所谓的 K 型发展。我们再看看这个经济学家他是怎么解释现在这个居民不愿意负债。前不久，《求是》杂志发表了关于提振消费的文章，特别提到房地产调整对整个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伤害，对财富效应的减弱，提出要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这个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但是今天我看经济学家马国元他又一次发了个视频，他这视频观点还是扯来扯去房地产，在商言商，因为他是经济学家，对不对？但是他总是在这儿，他认为居民消费信心低迷，资产负债表受损等等，这一切这都归因于房价下跌。他说，我认为《求是》的杂志是找到了当下提振中国经济真正的症结。中国经济内需疲弱的表现是居民消费不振，居民不消费的真正症结就是过去几年房地产的调整对整个居民资产负债表造成了严重伤害，让大家预期非常弱，不敢消费了。他说，从这几年一些数据可以看出，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伤害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今年5月份的消费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降到了负的 0.6%， 出现月度负增长。他说非常罕见，说明消费真的已经非常弱了。居民存款连续2个月下降，4月份、5月份连续下降，也是比较罕见的。他说，但是4月、5月房地产数据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一线城市和一些热点城市，二手房交易量非常大，房贷却净减少，说明居民在主动去杠杆的意愿很强，多点首付，少点贷款或者提前还贷。马国元说，他说把时间拉长到5年去看数据就更有意思。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这一轮房地产的转折点，居民年度新增贷款达到了将近8万亿，到了2025年，全年住户新增贷款仅仅4417亿元，短短4年时间增量跌幅超过 94%。从2021年房地产开始下行，居民新增贷款缩水超过了 94%， 从接近8万亿跌到4400多亿，居民主动去杠杆态势明显。他说，这几年经济学界非常流行一个概念叫资产负债表衰退，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的理论，用来解释日本经济失去30年的核心原因。他说这个理论呢，很多人都是非常认同，
当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起不来，根本原因就是企业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不愿意新增借贷，所有人都在拼命还钱，用来修复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之后受损的资产负债表。日本是居民、企业都在降杠杆，都在还贷款，都不去借贷，就是日本是这么一个情况。马官员他说，用这个理论来看中国目前的情况，从2021年到现在，企业端的新增贷款变化不大。2023年企业新增贷款峰值达到 16.8 万亿，即便到了2025年有所回落，企事业单位全年新增贷款依旧高达 15.5 万亿，信贷投放保持高位，也就是企业端并没有萎缩贷款，也就是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企业仍然主动借款扩产，新增贷款体量依然庞大。他说这和日本主要是企业拼命还债修复资产负债表情况有点不同，但那日本主要是企业收缩信贷停止借贷，我们现在是居民端全面停止加杠杆，但居民端从2021年到达高点以后急转直下，90%以上的新增贷款直接消失。他说中国消费这几年数据起不来，消费持续疲弱的根本原因是一轮房地产调整，受损最严重的是居民端而不是企业端。居民财富大量缩水，直接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两端。短短几年，居民信贷增量断崖式下跌，从近8万降到4000多亿，这是必须高度重视的经济信号。马官员他说，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首要是要把房地产市场稳下来，给居民稳定的资产预期。想要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扭转市场悲观预期，要落地的事情还有很多，除了稳住楼市房价，还要持续减轻居民的房贷杠杆负担，逐步提高居民工资性收入，让老百姓能在 AI 产业发展过程中实实在在分到红利，拿到收益，不容易。这儿提到了老百姓的收入了。这几年 AI 快速迭代，给普通劳动者带来了很强的失业焦虑，人人都担心岗位被人工智能替代，收入没有保障，进一步压缩消费意愿，这也是制约内需回暖的一大难题。抓紧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是抓住了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想要破解内需低迷的困局，在房地产持续调整6年之后，必须拿出更大的力度，政策来稳住居民资产价格，楼市、股市要同步稳住，稳定居民家庭财富，要让大家看到收入稳步增长，就业保持稳定。他说，要想走出这一轮内需低迷，必须多部门协同发力，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在商言商，这就是还在为房地产在呐喊。马官员老师，实际上他上一次他已经聊过这个话题，我也评论过。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最大的问题不是他的这个资产端在缩水，最大的问题也不是他的负债，最大的问题是现金流断了，就跟许老板就跟王老板一样，现金流断了，一个家庭现金流一断就要暴雷，就是他家庭每月流进来的钱，把按揭贷款一还，小孩的学费一交，它不够。所以经济学家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资产负债表。我觉得在我们当下作为牛马和韭菜，咱们都是牛马和韭菜。以我的观点，问题最大的其实不是资产负债表缩水，因为资产负债表它是一个纸面上的。我这个房子我买的时候是300万，现在变成150万了，我是损失了150万，那个都是纸面损失，没有真的损失。真正影响你的是你的现金流。你这个月的工资本来是18000，1万块钱交按揭贷款，这个2000块钱孩子学费，4000块钱要还这个吃饭没了，本来是刚刚好，每个月的18000的收入你全部有安排，但是突然你说这个时候你的房子你从中介那儿听说你这房子300万买的，现在变成180万了，你就心里不舒服一下，你心里不好受，你感觉吃饭的时候喝酒也不香了，酒喝了也没滋味了，就感觉少了100多万，但是你饭还不照吃吗？那酒还照喝，对不对？不影响，有什么影响？就是影响你的大脑。但是如果你下个月你失业了，对不对？你这18000的收入没了，你小酒也喝不下去了，没钱喝酒了，爆雷了。所以说，相比较资产负债表，更重要的是你的现金流量，一个家庭的现金流量更重要。所以我觉得经济学家这个专家他是抓不住重点。
我们有很多人，他为什么惨？不，他高位接盘其实不是最惨，高位接盘再叠加失业，这个叫戴维斯双杀，这个才叫惨。高位接盘不要紧，你在高位的时候，你为什么接盘？还不是你因为你的收入够吗？你当时的收入是绰绰有余的。你那个时候年薪50万，你按揭一个月还5000，你压力不大呀。虽然你这房子现在降了一半了，但是你的收入只要没降，你还照样子还，没毛病。但是现在你50万的年薪没了，所以说这一下叫雪上加霜，真正麻绳专挑细处断，真正对你打击最大的实际上是你的工作没了，你的收入下降。只要买了高位接盘的人，他的收入没有下降，他工作是稳定的，他就现在照样是马照跑，舞照跳，顶多就是心情不太好，就不想聊房子的事，好吗？这吃饭少聊房子，一聊到房子就聊到自己伤心事，账面损失200万，这不聊他就好像无所谓，因为不影响他生活啊。所以这个专家他老是抓着资产负债表，而且资产负债表它就一个，房价一涨，这资产端就回来，这个资产负债表就修复了。那炒股票的专家就说，你房子涨不涨不要紧，这个股票的资本市场涨就行了。资本市场一涨，你金融资产价格一涨一样的。你房子赔了300万，但是你买了光科技是吧？什么科技股、光模块，你赚了500万，那不一样的修复了吗？东方不亮西方亮。所以说证券专家说了，你房地产无所谓，那就还是把这个资本市场给它搞到1万点，干一行爱一行，实实在在的还是要提高韭菜的收入。而这个社会它不，韭菜的收入为什么这么少？韭菜越努力，好像收入还越少。但是另外一边，你也不能说社会没钱是大把的，所以说另外一边是大量的人跑到香港去买房，人家一买1个亿的房子，眼睛都不带眨的。上海豪宅、杭州的豪宅、深圳的豪宅都不够他们买的，买到香港去了。有钱人还是有，那问题就在这儿，你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有钱，而同样的一批人，90%人他没钱，收入还在下降。完了，你还指望这些人去消费，这些人去买房，这些人去为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又想这些人去买房、去买车、去刺激消费，也不给他们钱，也不给他们工作机会，哪有这样的事？你看一看，多少人在跑到香港去买房，香港豪宅70%都是内地人买的，他那钱从哪儿来的？所以说来说去就是分配出了问题。我们再退一步说，如果你以前你在21年买的房子，当时工资就是2万1个月，你买房子你账都算得过来，该吃吃该喝喝，房子300万，你现在房子就变成了150万。如果你的工资还是2万，你不受影响，还是该吃吃该喝喝。如果你的工资现在变成4万了呢，涨了1倍，虽然你房子降价了，但是我相信，因为你的手上现金流多了，反而你很有可能花费还多了。因为你收入涨了，虽然房子在降价，你不影响，对不对？房子每个月按揭贷款还是还那么多，你的现金流多了，那你很有可能还要加大消费，还全世界到处跑旅游。所以还是从韭菜的收入这儿下手，怎么样提高他们的现金流？怎么样让他跑外卖现在一单是2块钱，能不能让它变成4块？怎么样让这跑外卖的一单能赚，他这一单的收入能翻倍？对吧？怎么样让他开网约车的1公里，他现在1公里赚1块，或者1公里赚5毛，赚2毛，你能不能让他翻倍？不就这点事吗？你琢磨这个事情，对不对？怎么样给他减点税？怎么样给平台企业减点税？怎么样给商家减点税？大家都减一减，这给这个骑手稍微每单多一点，那平台也少赚一点，税少收一点，乱七八糟的这隐性的费用少一点，这样网约车司机1公里能多赚一点。当网约车司机轻轻松松1个月就能挣个1万5的时候，送外卖也轻轻松松1个月赚个1万5，那他能不买房子吗？他第一件事就要回老家买房，因为孩子还上学，这经济不就好了吗？这很难吗？难，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难是因为现在的这利益分配，既得利益者他不愿意让利。我们再看，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叫章子怡写的《一地产》。他因为我记得前几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合肥被出了一个很牛的企业长兴存储，是吧？现在正好半导体正火的时候，那就有人说了，那长兴存储等等合肥还有其他的企业是吧？现在都是很火的时候，是不是对合肥的房价有支撑？是不是合肥的年轻人就多了？等等，我记得我在节目说了这个两码事。结果今天我看这个叫章子怡的，他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合肥造富了，
但好像与楼市无关。你看他这观点基本上跟咱差不多是吧？一致。他这是6月30号发表的，他说合肥相亲角出了个新顶配。前不久，王婆说亲寻到合肥，一个腼腆的男生站在台上，被问到在哪里高就，他说出4个字：长兴存储。台下哇声一片。这4个字在合肥意味着什么呢？下个月长兴存储就要敲钟了，市值预测直接迈入10000亿，甚至冲破2万亿。公司向6700多人授予56亿股份，一大批千万富翁就要在合肥诞生。然后所有人都开始问同一个问题：合肥的房价会不会涨？这个背后藏着一种心理，不是真的要买房，是想确认一件事：这场财富盛宴自己能不能蹭到一点边角料。大厂定律大家都背得出来，华为搬到松山湖，房价从1万涨到7万，阿里挪窝科技城跟着掉了2万。逻辑简单粗暴，大厂扎堆的地方钱就往哪里聚。但合肥的中介听完后只是平静地摇了摇头，说长兴又不是第一天在合肥。这话听起来像在安慰人，但仔细一琢磨是一盆凉水。长兴2016年就落户合肥了，从那年到现在亏了整整9年。这9年里面，合肥人不是没有等过，等产业起来，等配套完善，等产城融合的规划，从图纸变成真实的街道和学区。距离长兴存储2公里，有个地方叫空港国际小镇，中介说这是合肥千万富翁密度最高的小区。2019年开盘，1000套房几乎当天售罄，均价1.2万。大家都相信这里是下一个核心区。现在二手房挂牌价7300块，也就是腰斩。房价没涨，但业主的身价确实暴涨了。2件事同时为真，却像2条永远不会相交的线，不是没有想象空间。当年合肥规划了920万平米的国际小镇，总投资500亿，3期分批建成，产城文旅融合，雄心勃勃。开发商是华侨城。2022年，华侨城首次亏损，开始疯狂变卖资产。空港小镇没被挂牌，但一切静悄悄停了。这一停就是3年。当年传出复工消息，施工方已经把华侨城告上了法庭，拖欠工程款。3个月前，合肥收回了原本规划给2期的3块地，华侨城当年花了23亿拿下，现在缩水了25%收回去，规划仅仅只是规划。再看看隔壁的苏州，同样是 AI 热潮受益城市，苏州鼎豪今年的行情完全是另一个物种。金鸡湖帝王74轮鏖战，溢价30%，楼面价6.89万，刷新江苏省纪录，单价即将破10万。别墅项目尽数套均3000万，一个月卖了15亿。5月二手房成交6100套，近3年同期最高。止跌指数飙升至全国第2，仅次于上海。为什么苏州能接得住这波财富？因为苏州工业园区在规划阶段就把产业城、产业区、居住区、商务区分开布局，产业的钱有地方落，人在哪儿上班就在哪儿买房，在哪儿消费，在哪儿生活，这叫产城融合，不是口号，是真实的空间关系。合肥也看见了这个差距。6月初，经开区上架长兴存储旁边的2块住宅用地，237亩，是近2年周边最大一次住宅工地。亡羊补牢，迟到的配套试图把财富效应重新拴在土地上，是吧？但那些已经攥着股票等着敲锣的6700人不一定等得了。长兴的故事是励志的，踩中 AI 时代的拐点，从亏损9年到日赚3.6亿，从无人问津到相亲台上的硬通货。这是属于时代的故事，也是属于那6700人的故事。但很多人处境是在新闻里读完全程，合上手机，发现自己跟这件事的距离跟一开始一样的远。财富在城市里涌动，像一条河，有人住在河边，有人只是路过了
看了一眼，这是叫章子怡写的，长兴存储上市对合肥的楼市影响没那么大。这6700人拿了股份的56亿股份，平均一个人还不少。这些人是现在很激动不着觉，但是一般的像他们要锁定3年，也就是2029年7月份解禁，看那个时候人工智能是什么行情，这个热潮有没有过去。一个长兴存储对合肥的楼市影响不大，很难撬动，得要10个、几十个这样的企业，那影响就大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